即阵啊，一寡学生准备要出业，有人出业就爱爬树啊。这是彰化分乡东安国小，会当讲是规个彰化县上细间的国小。今年出业学生敢若爬鞋，那亲像是森林小学同款。普通时学校拢会安排学生囡仔入咧学习在地产业，像讲种一寡咖啡豆啊，种往来。即马伫要出业，就爱先爬学校上百年的樟仔树，表示讲学生以后人生更加奋发，行去人生另外一个阶段。 希望庄树爷爷保佑我们都平安健康，然后也希望你们毕业快乐。爬树仔进前，学生围伫学校内底即丛正百年的樟仔树边啊，做花祈祷，祈求樟仔树仔讲保庇因毕业了后平安顺利。刷落来装备穿了好，就准备要爬树仔。 靠一条绳仔位顶的爬，学生大家看起来拢袂紧张，颠倒较像是有练过同款。看向树仔顶爬，分乡的东安国校是彰化县上细间的国校，今年的毕业生敢若8个人。毕业之前，阁有一个真重要的考验。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，他们会经历很多困难的挫折，然后在挫败当中，我们希望他们获得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，然后相信自己的勇气。 东安国校伫咧山顶，去咧树仔顶了后，用无同的角度来看家己的学校，嘛代表人生要来到后一个阶段。爬到上面的时候会很开心，会不断的往上爬，然后不会放弃。有些就是看不到的地方都可以看到。 那普通的课程，学校佮教囡仔种咖啡树，往来顶在地产业，为修成到加工，全部拢家己动手，甲大自然学习。伫茶厝内底，哪听鸟仔声，哪读册，希望囡仔未来的路会当更加开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